新竹市的衛生局今仔日佇咧運動中心舉辦健康食食的活動，透過這活動，讓老大人知影講安怎食較健康，也鼓勵因愛運動。對，你好優秀哦，但是它是不好的，吃的會胖。透過趣味的活動，讓時大了解安怎食才健康。面對高齡化社會，新竹市衛生局拜六舉辦活動，教時大安怎食才營養、才健康。吃堅果還有優格，吃大烏啦，吃地瓜啦，這些都是我跟你講，盡量吃那個有根莖類的比較好，就原型食物。透過一些現場的教學，還有闖關的活動，能夠讓我們的長輩們呢更加掌握到自己每天吃的東西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方式，可以讓自己吃得更健康，而且更營養。營養師捌提醒民眾，真濟時大常常因為喙齒無好、甲無法，佇蛋白質方面得減食真濟。不過其實還有其他的食材會當代替肉類，譬如講魚肉加豆腐，攏是真好的選擇。像雞胸肉、雞腿，他們牙口不好嘛，但是我們可以用新鮮的食材，就是像魚肉。對，豆腐。然後如果真的牙口再更不好的話，其實像豆漿。對，其實豆漿它就是黃豆製品嘛，它其實就是我們的好的蛋白質來源。活動中，去透過球類運動，鼓勵時大平常時要養成運動的好習慣，才當健康吃飽哩。記者杜君豪，新竹報道。